新德县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内面有150只的流浪狗，其中有37只狗的脚过去因为这车祸或者是去互铁虎夹着伤，需要锯脚骨。为了帮助这行动无方便的狗仔，有一间专门做锯机的公司呢，因是免费替狗仔斗专用的锯机，或者的狗仔有机会搁再恢复正常生活。一年前，互人发现脚受伤的狗仔车轮饼。两只后脚因为严重受伤，需要锯掉。想要行路，只剩头前两脚，身躯也因为安尼定定受伤。手只有2只脚啊，所以它在走的时候，那个稍微比较长可以支撑的那一只脚都会磨破皮，都会流血，所以带出去放风的时候都走不远。狗仔装好锯机，总算会当正常行动。免费帮狗仔装锯机的团体表示，其实狗仔的锯机比人的锯机更较高工。一般人的锯机有一部分需要手工制作，狗仔因为品种、体型大小无同，都需要全部拢用手工去做。那人的部分就是像它的膝关节，还有它的脚掌，都是可以直接向国外定制那个产品回来装配的。那狗狗的部分都是从套筒到脚掌的部分都是全部手工去设计制作，大多是因为捕兽夹所造成的哈。因为捕兽夹它对这些除了猫狗以外，还有野生动物造成的伤害是夹住脚以后常常会造成需要截肢的这个问题啦哈。那这些被截肢以后的这些浪们哈除了造成我们动物收容所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负担之外哈，也造成了照顾的困难。动保署指出，使用剪仔、山低调，拢是不合法的行为。依照动保法，上重会当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是200万以下的罚金。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违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